来看交通部道安会上新的统计，今年1月到4月，交通事故造成上千个人死亡，有将近18万人受伤哦。4月1个月就有31个行人死亡。实在力量今仔起，交通部呼吁主管机关，把道安零死亡当作是目标，定出改善的计划。提出各地方去年交通死亡数据，时代力量地方平台拢伫交通部头前发声，要朝向2050年交通零死亡目标行。平台指出，目前对于交通政策，地方甲中央拢无共步，所以会发起地方倡议，结合民间力量改善交通。我们孩子每天与车争道，险象环生，到底为什么要好好的上学，搞得像障碍赛一样这么的困难？驾驶人的行为，我们必须要有所提升。但是当这些交通规划在地方是有问题的时候，就是引人犯罪。民代指出，就算无让过路人扩大执法，毋过目前过路人行伫路顶悬，也受真大惊吓感。伫去年全台主要都市交通死亡人数，新北甲台中拢各自负300多人，桃园263人，台南312人，高雄370人。若要阻止交通事故的悲剧，应该就由立法成立行政院顶级的部会，彻底解决交通宽速破碎的问题。普遍各个县市都存在一个课题，就是说针对一些基础的资料还不够完整，我们已经要求各县市在今年年底前要去盘点他们县内的跟人行道相关的一些设施。交通部表示，5月中已经启动到22县市10个会勘过路人的环境，目前已经完成13县市的会勘，不过发现各县市准备无够，要求年底之前各县市要完成道路加交通事故数据的收集，就大数据加交通环境的改善，营护交通环境更加好。记者综合报道。